179首，圣诗第179首，严根归伫圣父上帝。咱先请苏琴为咱弹一段。
弟兄姐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备办心，三个来敬拜上帝。信是对所望望的事有拍，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。古早人因为这个信得到上帝认定接纳。对信，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，安尼看会到的是对看袂到的来做的。三个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79首。圣诗179首，荣光归伫圣父上帝，荣光归圣子上帝，荣光归伫圣神上帝，荣光归三位一体，荣光荣光荣光上帝，荣光至到万万世。咱起立，三个来吟。天
咱犹原确定三界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彼得多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就天，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来掀开圣诗后面启文1091页，启文50，以赛亚61。启文50，咱三个来启用。至悬的上主的神临到我，找我去传好消息予善车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，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，伫锡安悲哀的人，欢喜的油代替悲哀，因受称作公义的树。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，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。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。同心压头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平安顺遂经过一礼拜。伫主所设立安息日，阮同心的兄弟三甲组织伫主你的面前敬拜无律你。感谢主，互阮伫母亲节期，阮亲人做伙庆祝母亲节，大家围擂做伙，三甲欢喜。感谢主恩典，互阮的母亲会当欢喜、省心灵勇行。求主保守看顾，互因平安健康，也互阮做囝儿的着记得友好爸母，互因快乐。阮为着母亲无伫身边的兄弟祈祷，互因永远记得母亲的疼，因水的信仰，好的脚迹。信仰养持，关心照顾，一世人为着伊心所挚爱的家人，点点承受一切艰难困苦，辛劳付出，就永远怀念母亲的爱。感谢主，亲爱主，世界的局势悠然动乱不安，国甲国的关系也是充满了紧张的气氛，无稳定的形象。影响着人民生活的经济发展、国家的安全。阮迫切恳求主，听取阮的呼求，互和平早一日出现。感谢主，今仔日是玉山新人园奉献主日，阮为着这个事关心祈祷，求主保守看顾，互新人园的教务事务。一切所拄着的困难欠缺，拢有主你美好的安排，大大束缚伫因的身上。今早起，主你真重的仆人担任会牧师，伫阮会中，要用主你活命的信息来勉励阮。求主你甲伊三甲伫地，互伊所讲的、听的，拢得到帮助，得到开展。阮犹原关心今早起无来到主你面前的兄弟，
或是欠安，或是颠判，求主你甲因三个彼得，互因一切平安顺遂。基督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妹，赞美请圣乐队。咱感谢圣国队用诗歌带咱来学习上帝，讲授上帝的话，记载伫耶利米书18章第1节到第4节，罗马书14章第7节到9节，耶利米书18章第1节到第4节。耶利米书18章第1节，咱来看，我来读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讲：你起来，落去烧灰人的厝。我伫遐要互你听我的话，我就落去烧灰人的厝。拄当伊用轮得转做伊的工，烧灰人用土做器具，伫伊的手若歹去。伊就用迄块土另外做别套的器具，照烧灰人所看最好的来做伊。通过看第2位，记载伫罗马书14章
第7节到第9节。罗马书14章第7节，因为咱无人为着家己来活，也无人为着家己来死。因为咱若活，是为着主来活；死，也是为着主来死。所以，咱或是活，或是死，拢属伫主。因为基督所以死来过活，是要做活的、死的主。以上凡主的话，诚做咱的帮赞。讲到今早起担任辉牧师，伊要所讲的题目是土地捏土人的手中，咱将手来听。姊妹平安。咱教会是我除了牧会以外，去上一摆的教会。我来咱教会3摆，前2摆拢是即个戴乃新牧师的时阵。戴乃新牧师第一摆，迄时阵还无结婚。第一摆直接时还无结婚，我那阵住伫因兜的款，住伫牧师馆。第2摆当然有结婚啦吼，是有结婚未？我无清楚。总是咱遮结婚真方便。毋过我知无结婚来，我知骑脚踏车来。我对中山北路一段遐骑来到遮，我试看觅下咧。我咧想讲民权大桥吼，我捌骑过几啊届，为经过民权大桥。做新的煞拄行啦吼等下我转去要走即个台直接转去吼，迄个真欢喜会当代表玉山新学院，甲咱来做伙来关心唤起咱更较侪人关心原住民的教育，关心即一些新学院因咧面对的问题。咱的新学院根据即个前台湾新学院的院长蔡院长伊讲，咱过来10年内，咱台湾基督教教会有将近400个牧师会退休。400个牧师会退休，咱有偌济人要读新学院无？真困难，真困难。因为咱的经济愈好，咱每一个人的拍拼的方向无共，咱咧传福音的方法嘛无啥共。可能咱在即个时阵，咱有真侪兄弟姊妹伫线顶看直播来咧做礼拜，侪人会改变伊，特别伫即个武汉肺炎了。特别侪人改变伊做礼拜的方式，敬拜上帝的方式。总是伫即款的挑战的中间，咱嘛爱想，咱的教会要来行往倒位去？这是咱今仔日的教会的挑战。其实毋是干那长老教会，侪教派嘛面对着即款的问题。咱长老教会有真严谨的神学教育的栽培。我伫新学院读4年的大学，3年的研究所，互我对伫神学特别少年的时阵，当然拢想讲一届就要甲读的吼，做伙一届会当拼一摆，互咱大家拢知无？总是无可能。毋过渐渐牧会的过程中间，有看见到会友本身咧对信仰的迄个查考甲认真的态度，是阮做传教者一人嘛爱咧来学习的。学习的是看见无论面对着偌济挑战，咱的兄弟姊妹有缘委身伫咱的教会的中间。这是咱
一般一个少年人对袂着，少年人感觉来遮礼拜，牧师咧讲道，我可能无介意。少年人来礼拜，拢听即个台湾话，我袂介意，我听无也听落。毋过，我来台北车安尼车6、7年，我来台北5、6年中间，我看见台北市伫台北愈来愈侪的青年人真意爱学台湾话。毋过咱教会青年那阵无啥个，感觉讲台湾话那阵程度较低款的敢有影呢？我毋知咱在座有人要从事保险无？保险行业，你若去客庄，也是你卖车，你去客庄，你的生意会较好，因你会晓讲客。你若晓讲客，你的生意比人较好。所以母语会成做一个族群，迄个连做伙的一个力量。啥咱有玉山实验院？玉山实验院训练咱台湾目前有19政府的法令下面有19族的族群。19族的族群中间，因每一族的族群语言拢无共。迄个语言无共，互因的文化会当照着语言一代过一代来延续落去。有的人语言可能失去，像西拉雅，我想咱有真侪人是为南部起来。你若伫台南，你会晓讲西拉雅的话语，可能话拢失去啊。毋过真有心的人去找西拉雅的语言来教。我捌去伫新伫中华伫庙伫三义遐有一个礼仪坛教会。礼仪坛教会若礼拜煞，因绝对有半点钟，因的伊迄毋是西拉雅，伊是巴仔板仔啊，应该是板仔。因板仔的话伫遐来教，互侪人爱伫遐来学习。卫生伫家己的族群中间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。亲像咱卫生伫咱的教会，无论教会兄弟姊妹有来来去去，有新的，有受主恩典的人，咧变化的过程中间，咱兄弟姊妹有缘卫生伫遮。今日所读的圣经来讲起着，要甲咱分享讲，土伫即个烧灰人，也是讲捏土人的手中。即个捏土地母啊，即个是我的学弟，伊是百万族的，伊是贵族，伊甲伊太太是应该伊的太太是客人，毋过安怎牵线去伫鹿野的初落，去伫初落伫遐来起做即个捏土的所在，即个所在叫做九鸟梢。其实伫初落迄个所在，迄个地点叫斑鸠，迄个鸠就是高只鸟咱今仔用的圣经，咱用耶利米。耶利米是即个先知，是主前第6世纪甲第7世纪中间即个先知。主前627年到580年这段时间中间，担任先知的角色，为约西亚王甲犹大王开始。当然又经过王有约雅敬、约雅琴，这互咱看。牧师的泡泡会放伫咱教会，咱若要爱的人，咱会用甲教会讨会用摕转，会通去看。这我就简单讲，先知耶利米伫真即款的王变迁的过程中间、环境中间担任先知的角色，所以
伊无亲像以利亚一样，伊毋茫用死来解除伊的工课。我毋知咱会想无？我最近看见真侪即个死亡的消息，有的死亡的消息，互人怨叹，互人哀伤；有的死亡的消息，互人感觉悲伤。亲像咱台北市中正一分局一个女警员，真少年，因为生产的过程老化过多来死，所以古早话有一句话，咱做姊妹的人拢知：生过麻油芳，麻油芳，加酒芳啦吼，也是讲麻油芳，生袂过咧，四地芳啦，哦，四地芳。互咱感觉真可惜。即个女警员真尽职，服务受人侪的肯定。咱嘛有看见少年人杀死是大人，也是讲少老杀死老老，杀死伊是大人，因为伊是大人久长病痛。无法度好来照顾，即个少老也是中老，伊的身体嘛软弱，无法度照顾伊的失大人，就来用即个结束生命的动作来结束。先知耶利米，伊伫拄着侪的艰难环境中间，伊期待哪会当死上好。伫即世代，咱物质拢真丰富。毋过，咱物质真丰富，咱过去用咱台北来讲，用马偕病院啦。咱马偕病院上出名的啥物科，你知无？古早小儿科，过来妇产科。郭台铭即马即个某的囡仔拢伫咱的马偕病院来接生，所以咱的妇产科医院也真出名。毋过，你知无？即马病院上挂诊上济是啥物无？精神科，暗时困袂去，烦恼治袂起，烦恼也无两，侪人有侪的烦恼，所以来挂精神科。侪人面对新的环境的变迁，迄个压力无地投放，所以最近这是伫咱内湖还是伫倒？迄个死亡挑战的教室有无？侪人去做即款刺激的运动，伫信义区啦伫信义区，死亡挑战的即个教室，当然我毋知伊安怎设计。是啊，少年人会去找即款刺激的运动来挑战家己，但是心中有真侪压力，无地投放。耶利米先知伫即款的，嘛是拄着念伊好念伊歹，有好的王嘛有歹的王，伊会惊吓，甚至伊伫国家危难的时，伊来苦劝。得袂到领袖的接纳。咱内湖最近内湖的这项，除了有科技，才真侪科技的公司设伫遮，搁较要紧伫政治上有一个真要紧的伫遮，啥物所在？美国在台协会啦 ，AIT 啊，美国在台协会设伫咱内湖。互内湖真做咱台湾，检测应该安尼讲，真做咱台湾上安全的所在，比咱总统府较安全。所以咱看见社会变迁，咱需要真侪的改变，互咱台湾逐所在受到更较安全的保护。毋过咱看见。咱的政府的体制
被扭曲，互咱立法院来扭曲。立法院即马咧用啥物你知无？总统府，咱的国家有算有第一预备金、第二预备金，有天灾、有紧急状况的时阵，立法院要甲即个权甲摕起嚟呢。比如讲，咱9·2地震，迄时阵，咱的李登辉总统就紧急颁布紧急令嘛，对无？咱伫武汉肺炎的时阵，咱嘛颁布紧急的命令。所以政府真济特别预算，行政院用即个特别预算，互咱的国家更较安全。毋过立法院要甲伊摕去，这是一个违反体制。咱毋是干即个时阵有济人违反体制，伫亚利米时代嘛有济会遮的人，甚至包括国王违反体制，要家己行家己的路。这是大约亚利米先知，也是讲南犹大、北以色列因的历史，这互咱大家看。亚利米先知、亚利米书是亚利米先知的这言行录。亚利米是伫便雅悯的所在，便雅悯这个所在是阿那突城的一个祭司，希勒家的囝，这地图互咱看，咱会当来了解。只咧互咱看见是阿文的囝约西亚做犹大王第13年，上帝话临到亚利米，要讲啥？有时阵我毋知你会去听见着上帝的声无？兄弟姊妹，你会去听见上帝的声无？这个世代那阵真少有人会讲伊去听见上帝的声，因为咱的心真无用。咱除了烦恼家庭、烦恼头路，搁来咱烦恼细囝。你会烦恼细囝无？袂烦恼的举手。会烦恼嘛吼？我嘛会烦恼。阮查某囝结婚搬去伫台南麻豆，两年偌久的时间，即马是第3个头路我心就想着会，嘛会想要甲问，如果讲莫互伊伤大压力，真侪人欣赏一个企业带一间企业，台积电嘛吼，毋过台积电是血汗工厂。我的查某囝讲，伊伫迄个单位主管嘛无甲你讲爱做啥，你上线就一直做，做袂赴倒，甲你骂，做袂赴，甲你骂。阮迄查某囝都无爱人管的人好，都挡袂牢，做9个月就，做9个月半年，就辞职啦。真，我凊头嘛欢喜讲伊做企业应该袂歹。辞职感觉那会可笑，这个可笑。台积电你若做5年，就超做主管财务就拢真好毋过压力真大，咱大家咧烦恼，所以咱会真少听到上帝的声。我著甲囡仔的代志拢放掉，有时我会静静坐伫册桌面顶面。来想、来思考、来祈祷，会当期待会当去听见着上帝的声。当然，听见上帝的声，毋是干那祈祷啦。有时阵咱咧读圣经，咱咧读灵修的手册，嘛会去听见着上帝的声。上帝的声会来引导咱、带领咱，互咱看见着上帝要对咱所讲的话。咱现代人真少听见着上帝的声，是因为咱实在是伤无用。咱来看，这是约西亚王、约雅敬、希底家到伫因毕业，这有年代，互咱看。亚利米服侍总共有42年久。约西亚王8岁就做王
我8岁做王，咱即马咱的囡仔18岁，有时啊还袂晓坐车的嘛有啊，甲我共款啦吼。我国中毕业，还袂晓为丰原坐车去台中啊。我住丰原，还袂晓坐车为丰原坐车去台中。哦，这是国中毕业，到伫高中才开始学习吼。咱看耶利米第8年，伫约西亚第8年，耶利开始来找求上帝。约西亚伊嘛知国家混乱，爱来洁净，爱来洁净。伊嘛知爱来修整圣殿。兄弟姊妹，咱心内的圣殿，咱嘛爱来修整。咱是上帝殿伫咱的心肝底。除了咱来礼拜伫即个圣殿以外，咱伫厝里、伫生活、伫环境、伫咱徛起的所在，上帝殿就伫咱的心顶。咱的心肝底，咱即个上帝殿，咱有甲伊修整、甲伊清气无？咱若甲修整清气，咱会听见着上帝律法，上帝引带咱。也到伫约雅敬，约雅敬毋是一个真好的王，所以国家混乱，因伫遐真侪人被掠。到希底家，这拢伫咱的PowerPoint中间，咱会用家己来看。耶利米的意思就是高举，是主所设立的高举。咱要高举的是啥物？咱在座，我相信有真侪人的事业做了袂歹。毋过你高举的毋是你的事业，咱相信，牧师嘛相信，咱的家庭嘛照顾了真好势。毋过你高举的毋是你的家庭，是你所敬畏的上帝。咱高举咱的上帝，互上帝来设立咱的家庭，互上帝做咱家庭的主。耶利米伊的个性真软弱，伊真忧愁，讲多愁善感。这台湾话毋知要安怎来讲，哦，真软弱。毋过上帝拣选你，上帝拣选你。上帝拣选你有伊的目的，上帝毋是拣迄个牛人，上帝拣一真软弱的人。我虽然做牧师30几年，毋过我犹原会紧张，因为我知我的个性，我嘛真敖想东想西，我过去嘛真敖看重真济的利益的代志。毋过上帝拣选我，互我去读新人院，互我来牧会，互我捌真济兄弟姊妹看见每一间教会的信徒，因委身伫教会中间，无论伊的财情安怎，伊总是就是点点伫迄间教会来服侍。咱每一个人服侍，可能无真济人看见。毋过上帝拣选咱为特别的目的，上帝拣选咱，互咱伫即个教会来做工，互咱伫即个教会来服侍伊，绝对有上帝特别的意思。所以耶利米清楚伊的服侍，伊嘛有伫遮来做真济的解说。耶利米书是对犹大族、犹大来讲，亲像何西阿对以色列、北国以色列讲一样，上帝对伊无忠实的信徒讲出最后的呼吁。伫何西阿书，上帝甲伊的百姓譬如做一个查甫人的妇人人，总是即马袂使安尼啊啦，即马是平等的时代。对上帝无重视，咱今仔日咱每一个人，咱的家庭
咱的婚姻无论男还是女，拢是爱对伊的家庭重视，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呼吁。亚利米可能惊安尼款，所以伊规世人无结婚，伊规世人结婚好无？嘿，姊妹，问咱大家结婚好无？甲即马人会话人讲无好，无代无志一个人来管咱，无代无志，我洗家己的衫，还佫洗另外一个人的衫，煮家己食就好，煮较济人食，总是有优点嘛有缺点。结婚是好，结婚互咱的家庭有一个延续，互咱的生命有一个延续，互咱历代一代过一代看见着时代的变化，每一个人的经历无共款。咱细汉的时阵，我想真侪人在座嘛有真侪，甲我差不多平年龄60几岁。细汉的时阵，就是佚佗耍，下课无咧写作业啦，拢嘛先耍较要紧。有咧补习无？无咧补习啦，哪有咧补习？食都无够，佫有好补习阮的年代是安尼，毋过渐渐年代无共。囡仔有好食，食真饱。以早无好食，田边的狗有胡溜，有鳝鱼通掠，咱就甲掠。捡一个冬瓜就来甲煮，就安尼来食。去田里看寒天，看人咧种杨枝，杨枝听有无？马铃薯啦，牧师这中部人，阮拢讲杨枝，有个人洋芋啊，杨枝啦爱去共偷学杨枝来补补无熟食安尼加贵这是少年囡仔的时代。毋过咱即摆囡仔毋是安尼呢，咱看见时代变迁，咱的时代，你甲囡仔讲，我少年囡仔的时阵下排伫肩胛头，伊会甲你讲，爸爸你是咧讲妄讲呢？那下排伫肩胛头，啥下排伫肩胛头？因国小6年，佫就一双鞋尔。可能一双鞋穿1年啊！你若拢穿掉咧，就无，佫偌久就无鞋就无法破伊啊！咱即摆的人鞋敢有咧穿破？可能无啊啦，拢穿到磨底就甲等掉。以早迄篷布鞋那穿甲破就甲等，毋甘咧等掉毋甘咧等继续穿。亚利米伊毋敢建造家庭。总是咱嘛看见，当然这是咧旧约圣经、新约要来取代旧约。咱今日所读圣经第6节则讲，我竟会当亲像烧灰人安尼对待恁，灰土伫烧灰人的手里安怎？恁伫我的手里嘛相款。牧师用的这个圣经是用现代台语圣经，现代台语圣经，所以有翻译有较头拄仔所张了所读的圣经有无共款。这个圣经互咱看见，咱每一个人伫这个世代的中间，每一个人要爱做什么款？每一个人无共款。有个人讲医生较好，做医生较好。毋过有真侪医生，伊无爱做医生，伊要去做画图家。有真侪人讲医生较好，毋过伊无爱，伊要去唱歌。咱看即个社会有安尼。毋过咱呢，牧师嘛问咱大家，咱遮较无少年人，咱拢差不多咧等排时间啊，咱的一生过去，咱来想咱的一生过去，你有看见你的一生，拢是伫你的计划下面，还是伫上帝的列美下面？我认为，我的一生拢伫上帝的列美下面。
我虽然有想要做什么代志，毋过上帝瞧得无啥要照我的意思行，所以上帝跟我不好。咱拢会安尼想嘛？上帝跟我不好。毋过敢是安尼？罗马书直接甲咱讲，咱做一个信徒，咱温勤拍拼，操劳一生，咱是为着什么来活？为着囝儿是世吗？咱在座真侪人甲我平差不多嘛拢加我的岁，你的囡仔可能嘛拢30岁、40岁，你也有咧烦恼无？啊，你咧烦恼，你要安怎烦恼？咱来甲囡仔带来上帝面前，咱活毋是干那为着囡仔活，咱活毋是干那为着家庭活，咱活既然咱信主，咱活是为着主来活。咱若为主来活，无论咱会境况啥物款，咱拢清楚知，咱是属主的人，咱拢是属主的人。这是古早立土的人因所做。上主对耶利米讲：“你去烧毁人的厝，我要伫遐对你讲话。”上帝要对咱讲话啊！咱要诚做什么款的器具，咱拢伫上帝立你的面。我毋知你捌去做塑拉批无？要学这爱先立，要学这转盘爱先用手钉，钉会顺，钉会好势，才开始学这个转盘的转盘的这塑拉批。你手立了有顺，就会当诚做。也是讲你扭了有好势，这个器具就诚做真水的器具。我头拄等第一张相片，我迄个学弟，伊迄个横中间有真济完成的灰啊，有破的，因为立了无平，倒手较有力，所以就烧较大个，所以伊的涂面就较薄。所以入炉，互伊烘打了后，入炉落去烧，就有些所在会必顺，就诚做无路用的灰。上帝伫咱的心上，伫咱的心上咧立，上帝是真平衡的，是咱即个土踩伫即个转盘的中间踩无正。因为咱想要家己做啦，咱想要家己行，咱要行咱的路，咱无要上帝来引带，所以咱就常常会走正。土爱经过乱，想要立一个灰啊，这个土爱经过乱，爱经过乱，乱甲之后，这个立土的人伊。清楚知，即个土软了有好势，就会用开始来立，开始来伫迄个转盘的顶面来洗。要做一个下伫上帝的心意的人，嘛经过侪挑战。我想，咱在座已经拢差不多伫台北定居啊啦。来回想你伫为少年开始来到伫台北拍拼，迄个艰难的日子的过程中间，上帝是毋是一摆搁一摆甲咱立，甲咱暖甲诚做伊甲合用的这土，才来做肥。牧师是来台北牧会，这是牧师的工作。我真清，我知。我拢共个别讲，咱长老教会牧者真好命，咱的教会真好款待咱牧者。
咱目者伫台北生活，虽然毋是真富裕，毋过拢还会得过。虽然咱无法度欠真济的遮个钱，毋过上帝袂互咱做目者的人艰苦。咱看见兄弟姊妹伫台北生活，咱真辛苦拍拼。咱古早咧标花啊、买厝、贷款，遮辛苦。毋过咱有缘牵条伫教会中间，互上帝来立你，伫教会中间来做上帝的器具。这是咱兄弟姊妹真了不起的所在，咱毋通看轻。特别咱伫即个所在当然渐渐看会当搁较济人无。咱近即个捷运站，生活拢真方便。那其他有搁较济兄弟姊妹来当来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所以咱看见。上主佫伫遮第5节、第6节，上帝佫甲我讲：以色列家啊，我减袂当亲像烧灰人安尼对待恁。有时阵咱受虐，咱会艰苦；有时阵咱互烧灰人甲咱乱，咱的心会不平。毋过这拢是上帝要互咱真做一个会当入火炉。通真做一个要紧的器具的一个过程。这个土若无法暖互平均，因为土内底有时阵咧暖的时阵会有这个空气伫内底，这个水分有时阵会无平均，爱一摆暖了，搁一摆暖真久的中间，互这个土内底的空气、水分拢会当平均分布伫土的中间。伊才会当来真做粒土中、粒灰啊、粒器具的中间，真做一个真好的土。咱有时阵咱会想，上帝对咱那种经验，会无？少年的时阵，会甲人去佚佗，一人问我讲：明辉啊，你毋是基督徒，咱会晓应呢？咱毋是袂晓应。咱会晓应讲凡事都可行。咱就毋敢讲第二句啊。第二句啥？但不多造就人嘛，但不多有益处嘛。少年个爱佚佗、爱耍的时阵，拢会晓用圣经的话语来抵挡人对咱的怀疑。毋过，渐渐咱渐渐认捌上帝了后，那阵上帝愈立咱，咱愈顺服；愈立咱，咱愈成就啦。迄个成就是信仰中面的成就啦，互咱看见咱咧改变。圣经甲咱讲，圣经有的话甲法老讲。讲要伫你的心上来显出上帝权能啊！上帝愈立咱愈看见上帝的恩赐愈分野愈来愈明显。所以上帝要人民想，其实就人民想；要互想刚强，就互想刚强。因为咱拢愿意伫上帝面前，互上帝来立你。每一个人，咱伫少年的时阵，咱嘛会想，咱拢爱应喙嘛。少年的时阵会甲爸母应喙无？可能较毋敢甲老爸应喙，拢会甲妈妈应喙应舌，会甲老母应。咱甲上帝嘛是共款的，会甲上帝应呢。上帝啊，你哪会带我行即个路？我前牧会一间教会的长老，伊得 cancer， 到末期的时阵，伊的心真艰苦，伊嘛埋怨，
牧师啊，我是教会服侍40-50年，我对结婚了开始信主，到当78岁，遐侪年中间40-50年，我认真做工，拍拼，生意虽然毋是做了真好，总是嘛有真侪人甲我斗相共，互我的生活稳定。哪会我到即个时阵才来得到癌症，而且治疗遮艰苦？咱拄着艰难的时阵，咱拢会安尼想呢。我特别伫庄口，我嘛常常拄着，所以我拢祈祷长辈安怎？我拢甲长辈讲，爱祈祷上帝，求上帝互咱较好势咧。哎哟，牧师啊，你来讲这话啊，歹听啦！我讲毋是歹听，求上帝互咱身体拢勇壮，咱毋免病真久，咱就来去遐。伊丽莎白女王要死的第3天，前3天还咧签公文敢毋是？我捌伫院里牧会，院里一个老执事94岁，2礼拜前，佫招我去食日本料理。过礼拜，伊就感觉神神，伊伫眠床神神倒3天无病痛，伊就安尼来离开。这敢毋是咱每一个人咧期待？啊，90几岁可能无啥物不动产还未处理啦，差不多拢处理了啊。哦，当然啦，较少年安尼过往，咱会毋甘。毋过咱若是安尼的时阵，咱敢是求上帝，互咱的日子会当佫较顺遂。上帝是咱的是咱的业土的主人，有权柄，要甲咱成做伊要紧的土，也是卑贱的土。要紧的土，伊伫咱业的中间，互咱有真济的学习，真济的动达。这是咱爱努力的，这种样互咱家己来看。所以，牧师的讲道甲人较无共款吼。咱来想，伫咱一生中间，咱的主人就是迄个猎土的人，咱是即园的土。咱即园的土的主人，伊就经过济济的手续，互咱诚侪合用的土。合用的土会被塑造，被塑造。咱若要家己行，咱永远是伫矿场的一堆土啦。咱伫矿场的土无人看重，咱伫矿场的土无家挖出来，嘛是无路用。亲像咱安尼讲会较歹势，姊妹，有人咧讲，咱一生爱偌济钱啦，一生爱特别到退休爱偌济钱，才会当退休到死啦，还有人算。毋过兄弟姊妹，咱会为着即个退休到咱离开即个世间，咱需要在经济学家甲咱讲，爱需要偌济钱，咱伫遐斟酌伫迄个钱的顶面。所以咱死的时阵，咱见上帝的时阵，咱要真济现金，还未用了。咱无好好利用上帝所赏赐予咱的。我真钦佩一个，我伫花莲牧会一个长辈，伊的后生伫台北，伊的查某孙仔甲孙。会转去花莲看阿嬷，这阿嬷吼真会做人。某物人，你要读高中啊吼？阿婆一个红包互你。你吼，恁爸爸趁钱辛苦，
啊，你若逐项钱拢甲讨吼，有时啊爸爸无想到吼，你会无欢喜。啊，阿婆一个红包互你，嚯、这个查某孙仔，我讲足恶心的。哦，阿婆你是最漂亮的，你是最好的，我给阿婆揽的要金啦。啊，我当然张了迄个回友互我听，我你互我嘛会甲伊讲你上好。哦，毋过老人有智慧，老人有智慧，因为知影即个钱可能毋是真济，毋过会当帮衬即个感情会搁较亲密。嘛会当改善真济人甲人的关系，甚至即个钱会将成做一个真好的用途，敢毋是安尼？咱的钱拢欠伫银行，可能我嘛是安尼呢，会欠伫银行看哦，2万块呢。啊，我牧师娘要整理厝，我就讲啊，我摕钱互伊，哇，2万无伊啊。啊，毋过2万可能银行我嘛无用啊。咱的心有时会感觉可惜减去，毋过有做好的路用，伊就袂可惜，伊就袂可惜。所以咱来伫上帝手中，咱才是完美的。咱来看圣经耶利米第18章第10到16节讲，烧毁的人咧敲这个土。上帝才是至权，上帝有至权的主权。当然，这是耶利米拢总有几啊节吼，啊，咧讲人的自由意志，人有自由意志，这是一个真理吼。啊，这大约18章的分段，哦，一直到第1节到18节，才有分段伫遮，互咱看，互咱知影。愿上帝来帮助咱，愿咱每一个人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拢是一个受上帝所暖、所潮、真好的土，会当互上帝来使用。咱做伙来祈祷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感谢你，互阮对耶利米看见，阮就是你头前一园的土，这园的土爱经过你的暖，爱经过你的加水，经过你一摆搁一摆，互咱暖做合伫做器具的土，互阮会当伫你面前诚做好用的器具，阮就爱顺服伫你面前所做的一切。你牵教阮，互阮每一个人拢诚做即个好的土，会当受主你捏造，诚做水搁好用的器具。伫你面前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感谢牧师，互咱真好的勉励。即时咱来应答上帝的话，咱来献开圣诗193首，圣诗193首。上帝所赐活命的话，报标圣经名句，报人捌主，互人知罪，恩典明明指示，教咱捌主旨意，诚心来服侍伊。上帝的话，活命的话。智慧奥妙极大，上帝的话，活命的话，带咱到永远。咱起立，三个来吟。Oh
坐，是咱要来奉献，咱请民兵执事、秋梅执事来书献。现在大家平安。咱来掀开咱报告的事项。今仔日是玉山新乐园的奉献主日，咱感谢上港路教会陈明辉牧师代表玉神来本会请安报告。咱牧师也代表学院前往永庆教会。今早起陈牧师伫咱会中所传的信息，真侪。我感觉拢互咱真有感，真侪吼，我会当安尼来，我们找个时间吼来，足想要回应吼。一只感谢牧师，伫牧师了，即有讲到一个马街病院即个代志。马街病院即个，当初我嘛是真的是要看神经科、精神科了。迄阵嘛是为着啥物代志，拢困袂记。我牧师讲啊，我坐在下面真的是自己感受很深啦。迄阵咱个有个少年，毋知要看，要去看嘛，讲都爱看神经科、精神科。我惊去互看着，发现歹势安尼一直犹豫一直犹豫到尾找着家医科。我们马偕医院的家医科，我很推荐这个家医科周梦婷医师他是一个很有爱心、细心、耐心的人。我已经互伊看10几年。我就烦恼讲，伊若离开我毋知要倒找医生。他真的是很耐心，然后他现在我就继续，服用他所开的药安尼现在都不会胡思乱想了，尽量拢较好困啦。所以真感谢牧师的分享好，咱来看第2项。后礼拜5月24，咱伫礼拜中要来公休献餐，请咱兄弟备办心。第370中华北3区中仑教会要伫5月31日礼拜日下晡3点要举行刘炳熙牧师的就任甲受职礼拜。第4，请教会兄弟出席咱每礼拜5暗时7点半的每周平安歌读经。第5，需要牧师探访或者是要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。请咱来牧师也是咱的总席来讲，现在依例安排。咱后礼拜的讲道经节请咱家己来看。咱的聚会活动，咱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，圣光伫练唱是早起8点45。咱每礼拜5暗时7点半有查经。每个月1摆的早起10点，拜六咱有一个插会班。后礼拜会出席，后礼拜读经，甲着咱顶礼拜的出席，甲着奉献，咱来家己来看，留毋着，请咱过节来经证。
宪纲的事项，咱今仔日的交代是有来兄甲社长者，插花是张老师，清扫是燕贤者。后礼拜讲道是叶牧师，书花是江长老，书琴牧师娘，领袖余信，书宪民兵执事秋妹执事。交代是文龙兄甲贤宗兄，插花是秋妹执事，清扫是明义长老。咱来看咱即礼拜金句。烧灰人用土做器具，伫伊的手若歹去，伊就用迄块土另外做别好的器具，照烧灰人所看最好的来做伊。来，咱三个来读。伫伊的手若歹去，伊就用迄块土另外做别的。照烧灰人所做最好的来做伊，烧灰人用土做器具，伫伊的手若歹去，伊就用迄块土另外做别好的器具，照烧灰人所看最好的来做伊。窑匠用泥做的器皿，在他手中做好，他又用这泥叠的器皿，窑匠怎好就怎样好。耶利米18章4节，互咱这里遮大家用讲述来互相牵咱，哎，平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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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只补充报告一下，咱顶礼拜母亲节所发落咱姊妹迄个礼物是一个彩券吼，不是礼券，礼券还是有期限的吼，唔当囥到袂记哩吼，有期限的，哎呀，已经刚刚全年了嘛吼，好，记得要用。好，来，咱来先吟煞尾边的诗，圣诗397。圣诗397，咱起立三个来吟。咱做来感谢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伫你主日，阮组织伫你圣殿敬拜服侍你。阮拢清楚知，阮是你手中的器具，阮恳求你继续捏造阮，诚侪你下用的器具，互阮一世人清楚知阮的角色，互主来引带带领。但愿天父上帝的疼痛，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圣神的相通陪伴，甲恁众人三个得的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拢无煞。阿门。